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寡妇2个半字。主耶稣真伫意上帝厝，就是圣殿，也常常入去做礼拜。有一摆，耶稣伫圣殿的内面，拄坐伫现金盘的边仔的时，伊看到人在献钱，真好嘅人来献真侪钱，无好嘅人来献较少，因为因无遐尼侪钱。总是耶稣毋是在看逐人献偌济互上帝，就是看到底留偌济做因家己的路用。因为遐个好嘅人所献的，不过是因所有的小块一部分而定。耶稣阁看见一个酒馆负责人来要献金，迄个酒馆人的丈夫已经死，所以伊逐日着流汗拍拼去做工，才会通生活。呾伊要献什么？要献金角啊？是毋是？毋是，伊无迄款物，伊只有献2个半字若定，无够1仙钱。设使咱若伫遐看到安尼，咱检采要讲，伊所献的实在太少啦。总是耶稣想安怎？咱来听耶稣所讲的话。伊讲，这个送香的酒馆人所献的，比正人所献的较济。什么？这减无真心嘛？哦，是啦，迄个酒馆人将伊所有的拢献互上帝，无留小块来做伊家己的路用。现在上帝也爱每一个查甫囡仔，也是查某囡仔安尼做。上帝毋是单单爱因献一部分而定，上帝爱因将所有的拢摕出来献。